過10天，就是舊年7月初1，鬼門要開咯。已經有172棟歷史的佳人中元節，今年8月12到9月11舉辦。今年嘛，電視有史以來上大的水燈柱，部分停辦的傳統科儀會閣辦轉來。8月2日暗時會放水燈。佳人市政府為着要拼觀光，嘛推出真濟活動。一個閣一個做工有路的水燈柱，這攏是佳人中元節放水燈儀式重要的主角。佳人中元節是台灣歷史上久長的民俗祭典之一，嘛是頭一個指定做重要民俗類的國家文化資產。佳人市長拜二公布今年活動內容，除了有傳統祭典科儀，嘛有規劃演唱會、藝術展覽、規系列的活動，希望三甲文化拼觀光。讓我們中元祭不只是承載了基隆過去的歷史記憶，而且還可以邁向一個國際港灣城市應該要有的觀光文化特色。佳人中元節，逐年攏有一個以謝宗欽論做主譜，今年做主譜的是老長道謝宗欽會。宗欽會表示，這擺電視歷來上大的水燈柱，互民眾近距離欣賞，賣恢復過去停辦的部分傳統科技，希望會當甲傳統找倒轉來。都甲水燈柱摕去主舞團去做一個發揮，一個儀式，是以前傳統本來有，因為咱時代改變。變做無的物件，咱閣找回來。譬如講，咱今年有一個預告商場的儀式。佳人市政府表示，今年佳人中元節為8月12到9月11舉辦，其中上有代表性的放水燈儀式會辦伫8月26暗時11點。另外，閣有開看門、主普繞境、中元普渡甲乖看門等等活動，互民眾做伙感受傳承172棟的中元節。記者郭金榮、謝桂林，佳人報道。